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6年1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局势。2026年初的波斯湾战云已浓到化不开伊朗似乎难逃一场注定的毒打。为什么这么说这个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上又发帖子了，千不怕万不怕就怕特朗普发帖子。这也是特朗普极限施压的一个手段，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呢。特朗普应该是昨天发了一个帖子，他这帖子的意思是这么说的他说一支庞大的舰队正驶向伊朗，他行动迅速，气势磅礴，出没热情，目标明确。这个有点像那个董宇辉的这个文风也就是这个特朗普他花了这个非常的长的篇幅赞美他这个美国的这个舰队，你知道吧？他说这是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由强大的航空母舰林肯号领衔，比派往委内瑞拉的舰队的规模更大。与对付委内瑞拉一样，这支舰队也随时准备，愿意且有能力迅速完成其任务，必要时甚至会诉诸武力。这个特朗普的意思好像他派这么一支庞大的舰队，海空军联合直扑波斯湾，好像是去旅游打卡，既极限施压又显得很轻松，把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玩到极致。特朗普说希望伊朗能尽快回到谈判桌前，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严禁核武器，一项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时间紧迫，事关重大。我之前就跟伊朗说过，达成协议他们没有，于是就有了午夜铁锤行动，对伊朗造成了重大破坏。这个午夜铁锤就是2025年6月份那个隐形轰炸机轰炸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叫午夜铁锤行动。关于铁锤这个咱们网友不陌生对吧？很多网友经常挨这个社会主义铁拳，挨社会的铁拳。这伊朗要挨这个特朗普的铁拳，当然了，是伊朗的神棍政府这个神棍政权要挨铁锤。最后特朗普又说下一次袭击将会更加惨烈，别让这种事再次发生。不光是特朗普这么说，对吧？这个特朗普再三威胁伊朗，看来是逃不过美国的毒打。1月2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在接受这个美国国会这个叫什么作证还是质询的时候卢比奥说我们在中东地区的8到9个军事基地部署了3万至4万名美军士兵，实际上所有这些基地都在数千架伊朗单向无人机，就是那个沙赫德无人机和伊朗短程弹道导弹射程范围内。短程弹道导弹威胁着我们驻军安全，我们必须在该地区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和威慑能力，以防伊朗政权因某种原因决定打击我们在该地区的实际存在。特朗普总统始终保留先发制人的防御选择，我认为在该地区保持一支足够做出反应的军事力量是明智和审慎的。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也是为了在必要时先发制人的防止对数千名美国军人及该地区其他设施的攻击。我也看了一下大概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卢比奥被提溜到国会去作证，说美国是不是在跟委内瑞拉开战，聊委内瑞拉是不是在开战。那个卢比奥作证说美国没有跟委内瑞拉开战。那现在对吧，特朗普派了一支大军去波斯湾，是不是要跟伊朗开战？那卢比奥的意思是也不是开战，是为了应对伊朗的这个先发制人打击，要做防御。不过这个卢比奥也说伊朗局势远比委内瑞拉复杂，任何应对方案都需要非常谨慎的思考。当然卢比奥并未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卢比奥进一步表示如果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移除权力，伊朗未来的权力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无人知晓将由谁接管领导权。实际上这个就是卢比奥在向伊朗吹风对吧？表达的意思就是你们谁把哈梅内伊搞下台，对吧？谁去接管这个领导权，美国人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因为他就没有方案。那作为伊朗呢，那继续这个叫煮熟的鸭子嘴硬既然要挨毒打，那就要什么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伊朗称做好200%的自卫准备。你说100%就完了吗？他200%的自卫准备，这说明什么？这个就是叫猫捉耗子，说明伊朗是高度紧张。这个不就达到了这个特朗普的目的了吗？伊朗这个时候应该表现出一种叫
胜似闲庭信步，对吧？你爱来不来根本就不在乎，让美国人摸不着头脑。结果呢，你看啊，伊朗说啊，我们做好了200%的自卫准备，那你就是过度紧张啊，这高压之下啊，你这么200%的这种准备啊，那你坚持不了多久啊，自然会崩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8日表示啊，伊朗的首要任务是做好200%的自卫准备。加里巴巴迪说啊，美国和以色列清楚伊朗会如何回应，如果他们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伊朗将会做出适当的回应。他说啊，伊朗会兼顾考虑外交和战争，但会更重视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应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随时保卫国家，而不是被他们的外交说辞所蒙蔽。加里巴巴迪否认伊朗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任何谈判。他表示啊，双方确实在互通信息，但现在是间接的。他说啊，美国提出了举行谈判的提议，但关键在于其提议有多少诚意。如果美国进行并未预设结果的谈判，伊朗当然会认真考虑。他还补充说啊，伊朗对欧洲没有敌意，我们的导弹打不到美国和欧洲，但美国的军事基地却遍布伊朗周边，美国才是伊朗真正的威胁。这个时候说这个已经晚了啊，你搞的什么抵抗之狐，对吧？你资助的那个哈马斯，什么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这个时候想甩锅晚了。这个伊朗人啊，一方面否认啊正在求美国谈判，一方面又传达出啊愿意谈判。还是昨天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伊朗愿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但如果被逼迫，伊朗将自卫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回击。另外啊，这个28号啊，伊拉克的外长叫侯赛因说啊，基于他与伊朗官员的沟通，伊朗方面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并不排斥，并强调伊朗不会主动发起任何军事攻击。你看看啊，就是伊朗对内一套话术，什么对吧？要坚决打击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啊，都是他打击目标。然后这个以色列叫什么特拉维夫的心脏地带，也是伊朗的导弹的打击目标。但是呢，他又通过这个伊拉克的外长向美国传话，哎，我们不会先动手，我们不会打的，你不要紧张啊！这一切啊，都是伊朗啊高度紧张、神经紧绷的一种表现，就担心特朗普啊误判，对吧？特朗普一旦误判，那他一下令打了，那也就打了。倒霉的是伊朗的神棍政权了，对吧？伊朗的神棍政权只想斗嘴，经不住打呀。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沙姆哈尼警告啊，任何美国军事行动将触发伊朗对美国、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全面打击，反击将是立即史无前例的。这整个的就是一个精神分裂啊！这些话应该都是说给伊朗谈判们听的，伊朗的基本盘呢。有媒体报道啊，说伊朗总统开始启动马赛克权力预案，将其权力下放到各地，以避免中枢被打击后导致伊朗各地混乱。这已经做好准备了吧？因为这个美军要打击的话，那很有可能啊，伊朗整个的指挥系统就瘫痪了。你在相当长时间里找不到哈梅内伊，恐怕也找不到库泽啊、佩泽西奇扬，哈梅内伊那3儿子估计你也找不到，躲起来了，联系不上呢。那伊朗各地那些长老、那部族长老会不会就是各自为政，然后再来一个什么东南互保，再来一个什么此乱命也，不奉诏，很有可能啊，这玩意对吧？历史上都发生过啊，恐怕有很多人不太了解啊。这伊朗国内啊，实际上它也是山头林立啊。你想想，就这样的国家啊，这样的政权体制下，没有一个地方是觉得公平的，除了什么首都地区啊、个别地区啊，其他地方都会觉得自己被压迫，都想摆脱这种神权体制。这个大家动动脑筋就能想明白啊，他们都会认为自己遭到了来自这个中央集权的这种剥削和压迫，无一例外啊。你比如俄罗斯，对吧？俄罗斯就大量的这种分裂势力，那现在是普京，对吧？这个权力和威权还够，所以这些分裂势力不敢抬头，或者俄罗斯的这个国力啊还能控制得住。一旦俄罗斯一衰弱，那马上什么车臣，对吧？什么吉尔吉斯斯坦，什么这个图瓦，他们马上就会一套新的叙事方式。所以我们能想象到伊朗现在是什么个情况？一旦这个它的上下啊通讯被切断，或者通讯受阻，指挥中枢啊瘫痪，那么很有可能啊伊朗各个地方各自为政。这种在高压下面表现出来一种高度集权、高度团结，实际上在外部压力之下，它很快就会瓦解，而且会遭到反噬。那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啊，就是28号啊，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他说的啊，他说啊，首先美国对伊朗提出了谈判诉求，当伊
伊朗要观察与美国的谈判是美国强加意志的谈判，还是会进行严肃的谈判。强加意志的谈判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伊朗投降，对吧？给伊朗一份文件草案，你签字，这叫强加意志的谈判。还是会进行严肃的谈判，那就是双方讨价还价。第二个说，伊朗需要审视美国在地区集结军事力量，其目的是为了施压，还是为了发动真正的军事攻击？针对这些可能性啊，加里巴巴强调啊，他说第一，美国不可信任；第二，伊朗不会接受美国的施压和威胁。另外，他强调，伊朗不会攻击自己的邻国，但任何发起伊朗攻击的地点都会成为伊朗合法防御的目标。这个表述方式啊，有点像普京，对吧？普京一会儿说啊，我不会动用核武器，一会儿说我们这个核学说啊做了修改，一会儿说我们，对吧？这个要限制核武器，一会儿又说啊，这个既然没有了俄罗斯，那还要地球干什么？给人感觉就是这个极端的啊神经错乱。说来说去啊，还是威胁。但是啊，伊朗的这种威胁那就弱多了。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啊，美方对伊朗提出了4项条件：第一个，彻底停止伊朗的核活动；第二个，将所有浓缩铀转移出去伊朗；第三个，限制伊朗的导弹射程；第四个，停止支持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也就是中东的这个什么抵抗之狐，对吧？你就收手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安萨里认为，美国在该地区一些军事部署是在持续对伊朗进行军事威胁和心理战。当然了，也有一些正义联盟国家的这个军事专家在给伊朗打气，那意思就是伊朗别怕，今晚我们都是伊朗人。也不知道是哪国的军事专家表示啊，或者叫警告说，伊朗无人机群可能压制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专家表示啊，美国派往中东的军事资产可能面临伊朗无人机频繁袭击，严重威胁。伊朗的低成本单向攻击型无人机能够突破并渗透传统防御系统，使林肯号高价值舰艇面临风险。说实话啊，我也不太知道这个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啊能对航母造成什么威胁。大家知道啊，这个沙赫德无人机你炸一炸炼油厂，炸一炸这个变压器还可以，你炸那个武装到牙齿的航母，就是啊有那么1架2架3架撞上了航母，能起什么作用呢？这个伊朗的友军啊也表明决心啊，胡塞武装声明称，若美国对伊朗发动袭击，他们将立即对其射程范围内的美国军舰和商船发动攻击，并强调其拥有实施此类行动的相应能力。胡塞武装在此类问题上向来言行一致，正如他们曾经持续打击以色列目标，甚至加沙地带停火前后1刻。这个是俄罗斯媒体报道啊。还有媒体说德黑兰可能在俄罗斯的协助下试射1枚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今年1月初，俄罗斯向伊朗出口米28直升机。我也不知道这个直升机能管什么用呢？能对抗美军吗？还是用来对付伊朗老百姓的呢？从目前态势来看特朗普首选还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吧？通过这种极限施压达到他的目的。刚才说了，他就是4个目的但实际上呢，这个伊朗他也接受不了这4个要求。伊朗的神棍政权一旦接受这4个条件，那就相当于自掘坟墓，还不如自动下台。所以那注定了伊朗跟特朗普之间通过第三方中间人在那互相勾兑，那就看特朗普的耐心能保持到什么时候。特朗普他也算账时机一成熟他就要开打。那有很多人就说了特朗普一旦下决心打击伊朗，那么这个美国他会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这个覆辙？普京政府至今深陷乌克兰泥潭不能自拔，也就是美国会不会重蹈俄罗斯的这个覆辙？纽约时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情报机构已向特朗普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伊朗政府正处于1979年革命以来的最弱状态。报告强调说历史性的经济衰退导致德黑兰权力之衰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也知道这个伊朗它最近每年都有各种程度的这种老百姓的抗议活动，2-3年就来一次大的，但似乎好像都没有问题，对伊朗的神棍政权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动摇伤害。但是实际上这一次还真不一样。伊朗的这一轮动荡也就是老百姓上街，表面看是物价飞涨、货币崩盘引发的街头抗议，但根子还在于权力与财富的极度垄断。一个国家经济命脉被少数集团牢牢把控，普通老百姓连吃肉都成了奢侈
势，这种矛盾啊，它迟早会爆发。就是你这次把它压下去，过不了多长时间又要爆发，因为老百姓没得吃，日子过不下去。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更像是在已经燃烧的干柴上浇油，让一场民生危机啊迅速滑向暴力和对抗的边缘。伊朗啊是权力垄断导致的经济失衡，民生绝望。伊朗的根本出路啊，只有进行内部的深刻的经济与权力改革，也就是它这个政教合一，要进行体制改革，否则的话啊都是无解。退一步说啊，即便伊朗能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即便当前的抗议浪潮能被平息，该国经济仍然处于一个螺旋式下滑状态。这意味着民众的愤怒啊，只会在中长期内持续积聚。这个国家正深陷美以外部威胁与国内大规模起义的双重夹击之中，没有什么摆脱这一困境的轻松的手段。伊斯兰共和国未必会立即全面崩溃，但这场伊斯兰革命运动已气数将尽啊！这就是啊，有国外的学者分析的，为什么伊朗这一次啊民众的抗议跟以往不一样。比如说啊，去年6月伊朗同以色列爆发的12日战争，以色列啊那个内塔尼亚胡不是向这个伊朗人民喊话吗？对吧？这个波斯和犹太之间是传统的历史友谊，我们不是针对波斯人民，对吧？希望波斯人民能够推翻这个神权，对吧？这个什么教士集团。但是那一次啊，似乎伊朗老百姓啊并没有热烈响应，伊朗官员尚未从那场冲突中缓过劲来，也就是那个12日战争啊，仍旧基于战火随时可能重燃的假设形式。这种威胁比国内政治动荡更令他们忧心，因为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沉重打击，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使伊朗几乎丧失抵御外国干涉的威慑力。你再加上啊，特朗普派三角洲部队啊，直接擒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这个对伊朗高官的震慑啊，可以说啊叫人人自危。你不在那个位置，你感受不到那种担惊受怕呀，对吧？谁不害怕自己在睡梦中被人抓走了？雪上加霜的是，伊朗已无力阻止外国势力煽动国内民怨。2025年6月战争期间，伊朗民众确实曾团结在国旗之下，政权也通过放松宗教规条予以回应啊，也就是这个集权政治啊、集权统治啊，适当放松一点，老百姓能喘过气了，一下感觉到伊朗又行了。但当前的抗议活动却令当局陷入两难：过度镇压恐将摧毁战后政权与民众建立的脆弱共识，而任其发展则可能招致外国干涉。国内经济持续恶化是关键因素，管理不善、腐败横行与严苛制裁的复合影响，导致通胀失控、失业率飙升、中产阶级持续萎缩、贫困人口规模不断扩大。12日战争加速这些趋势。里亚尔在战后6个月贬值超过 40%， 通胀率则飙升 60%。许多人认为伊朗核计划受挫，削弱他谈判解除制裁的筹码，资本外逃随即发生。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宣称美国以蓄势待发，准备出手解救伊朗抗议者免遭暴力镇压时，这种疑虑得到印证。这些抗议活动的真正威胁并不在于伊朗人自身能闹腾到什么程度，而在于他们会否成为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也就是说啊，伊朗这一次啊，老百姓的这种示威跟以往都不一样，形势发生变化了。伊朗这个神棍政权啊，即便这个人能救过来，但是魂儿已经回不来了。他即便逃过这次打击啊，他也很难坚持接下来的这个叫路程啊，也就是恐怕1年之内他也要垮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恐怖螺旋了。所以说这个伊朗这个政府啊，伊朗这个神棍政权处于1979年革命以来最虚弱的状态。美国中情局这个报告啊，他说历史性的经济衰退导致德黑兰权力之衰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年年初爆发的抗议活动甚至袭转了在传统上被视为哈梅内伊基本盘的地区，也就是好多宗教学校，对吧？那个宗教圣地居然爆发了更激烈的反教士集团的这个示威。这个已经不像2019年、2022年
那样，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德黑兰、马什哈德等大城市。以前的这种示威啊，更多的是这个城市的居民，他们受这个自由思想，对吧，支配或者影响，他们需要这个权利。你比如说女性可以不戴头巾等等，就这种权利。但这一次已经不一样，因为这次是老百姓活不下去。其实美国情报部门这份报告的结论与拜登当初的判断是一致的。就在2025年1月份，拜登发表了离职外交政策演说中，便尖锐地指出伊朗正处于几十年最虚弱的状态，他的代理人势力已经严重受损，而他的关键盟友巴沙尔·阿萨德已经下台。我们实施了创纪录的制裁，并反击了他们的攻势，结果就是今天的伊朗掌握的资源更少，选择也更少。而经过2025年后，如今的伊朗要比1年前更加虚弱。去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爆发12日战争，基本上可以说是单方面被暴打，使得革命卫队高层与核科学家频频遭遇斩首。期间，伊朗的核设施还被美军 B2 用钻地弹炸了一遍。更致命的还是经济。就在拜登发表演讲的时候70万里亚尔能兑1美元，而今年就是到现在已经是150万里亚尔才能兑1美元。短短的1年又贬值了1倍以上。也就是说伊朗人手里的钱缩水了50%以上，购买力腰斩。这个也就是这次抗议的导火索。但是即便这样伊朗老百姓他也换不了美元，因为你普通人就根本没有资格换美元。经济崩盘，军事失败，民心丧失，可以说如今的伊朗神棍政权可以称得上是建国47年来最虚弱的状态。白宫的消息人士向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尚未最终决定打击伊朗。白宫内部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将就伊朗问题进行更多磋商，听取简报，并观察伊朗接下来的谈判诚意。一位美国官员指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以下条件就是那个4个条件呢。那么现在的特朗普可以说是自信满满，他认为凭伊朗现在的虚弱状态是无法抵挡美军这波攻势的。特朗普相信自己不会重复当年普京犯下的错误，即开战前低估对手，导致开战后深陷战争的泥塘。实际上特朗普这次如果要打击伊朗，和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那完全是2个概念，你根本就不能这么简单的相比。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普京采取的手段是试图通过地面部队大规模越境来吞并一个主权国家，这个导致俄军深陷治安战，也就是他是真正的叫侵略一个国家，所以导致俄军陷入阵地战的泥潭。而特朗普对伊朗的军事方案，那更像是惩罚性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俄罗斯的目标是占领基辅，占领乌克兰，而美国的目标并不是要占领伊朗，占领德黑兰，对吧？美国只是要通过摧毁核设施、防空枢纽和革命卫队的指挥中枢，美国可以在不投入1名地面士兵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协同出击，极大的削弱伊朗的战争能力。或者美国投入少量的特种部队进行特种，对吧？作战，比如说斩首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或者是哈梅内伊等等，或者定点清除某些关键的这个军事设施。他有可能派出什么三角洲部队或者海豹5队、海豹6队等等，那个也是有限的，对吧？地面部队，而且是特种部队。那这样达到最大程度的削弱伊朗的战争能力。所以说，在俄罗斯面前的是乌克兰，在美国面前的伊朗是伊朗神棍政权，这是最大的不同。挡在俄罗斯侵略者的这个坦克前面的是乌克兰的老百姓，乌克兰整个国家，而遭到这个特朗普可能的有限打击的只是神棍政权。普京陷入了这个乌克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特朗普他不会，对吧？陷入这个伊朗群众的汪洋大海，人家只针对教士集团、神棍政权，对吧？这是根本的不同。还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强大的国际援助。乌克兰背后站的是几十个西方国家，公开支持乌克兰的站出来至少有60多个国家吧，那是送钱、送枪、送武器，甚至还出人。而伊朗呢，背后只有他的小弟，什么黎巴嫩的真主党、胡塞武装，而这些都是要钱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蹦得高，但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真正的正义联盟大哥俄罗斯，那是爱莫能助，对吧？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现在正义联盟大哥希望二哥出头来帮这个伊朗，二哥只想做生意，对搞这些事情呢兴趣不大。所以这个普京的大脑，对吧？普京的这个老师，俄罗斯人的这么智囊杜金，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出了哀嚎
什么叫哀嚎呢？这个杜金老师啊，他曾经是吧要肢解正义联盟老二，对吧？把某条河以北都划成缓冲区，但是现在他居然呼吁正义联盟老二要出手，说美国坐视美国抓捕马杜罗，坐视美国对伊朗动手，而这个俄罗斯啊，他已经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自顾不暇，现在就你这个老二了，你这老二就得出手，你要不出手，未来你不站出来，我不站出来，最后大家都站不出来，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要勇敢的上，作为这个反美阵营的一份子，作为反美阵营的先锋，老二就该上。可以说这个杜金是发出了哀嚎。这个杜金他完全不知道正义联盟老二人家只想做生意。第二个，正义联盟老二反美，那也是盘盘们反美，黄俄反美啊。当然了，这个题外话这个大家恐怕也看了这个杜金他写的这个帖子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这个杜金还一心一意的要肢解老二。俄罗斯一侵略乌克兰之后，这个杜金居然对老二委以重任，全指着老二。你说这都叫什么事？这就是智囊。所以说，所谓的什么地缘政治专家什么都是草台班子。当然，我们再接着说这个跟乌克兰背后站着一群西方国家不同，伊朗背后是没有靠山的。伊朗自己培养多年的抵抗之虎也早已四分五裂，被各个击破，对吧？眼睛炸坏的，懒子炸掉的，斩首的，对吧？躲在地道里不敢出来的，还有那个骗钱骗吃骗喝的这个脱鞋军，就知道要钱，啥也干不成。所以对伊朗来说没有谁能在关键时刻真正的帮自己一把。普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团结的民族意识被彻底激发的乌克兰，而特朗普现在面对的则是一个因为内部矛盾，老百姓民不聊生而发生剧烈动荡的政权。美军威胁不仅是给哈梅内伊看的，更是给伊朗那些换不到美元买不起馕的伊朗普通民众看的。伊朗老百姓已经在围墙上到处喷上标语，希望特朗普来拯救他们，对吧？特朗普也跟他们进行了互动，让他们记住那些镇压者的那些刽子手的相貌，有一天要清算他们。所以说这个特朗普要对伊朗军事打击和普京对乌克兰那根本就不是一码事。我可以肯定在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下，特朗普和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伊朗他自然会内部就要瓦解。首先一个是伊朗国内的这个文官集团和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毒瘤之间是一个要分裂。第二个是伊朗地方这种部族长老地方势力和伊朗的这个中央集权之间要四分五裂，树倒猢狲散，对吧？此乱命也，不奉诏。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伊朗的神棍政权迫如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在这个投降书上签了字，避免了挨打。但是神棍政权气数已尽，投降书上签字就相当于在自己这个死亡判决书上签字。所以我们乐观一点看无论如何，伊朗的神棍政权这熬不过今年呢。今年就是他的寿终正寝之日。但是伊朗还是伊朗，对吧？波斯人民还是波斯人民，生活也许会更好。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